就在这里，阿门，阿门。我记得以前在拜拜的时候，到庙里面，非常的敬畏啊，经文真的在这里。圣殿上，我们2、3人奉主的名，神就与我们同在。神今天要用他的灵亲自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话，也用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我们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就如一场戏。这个戏的当中，你会经过高山低谷，你甚至会游进去荒洋大海。所谓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这个不是应用，只是应用在大人哦。尤其在现在文明的社会里面，这个意外不断，疾病越来越多。其实我们要提早去认识生老病死。有一句话说：“棺材关什么人？死人。死人。老人？不是。死人。哦，死人啊。”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当我们回头去看我们的人生，我不晓得你看到了什么。我们把人生当作一幅画，这幅画里面的点点滴滴，不管你现在几岁，你在意的是什么？你在意的是学业，你在意的是事业，你在意的是家庭、感情，甚至是你的性格、你的信仰、你的健康。回想一下，过去有多少人受你帮助？又回想多少人，你有帮助过多少人？有没有？你回想你快乐的时间多，还是忧愁的多？快乐的多，请举手一下，回想一下。看一下人生，你们应该是很快乐的多，忧愁的多，举手。哦，忧愁的多，后面也有人2种都有，也有快乐的忧愁。我想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人想起来心里面甜甜的，但是有人想起来心里会很疼痛。有次传道在突然想到以前在创业的阶段的时候，然后让家人吃了那么多苦，心里面就突然透起来了。痛的时候，眼泪就掉下来。有时候在做梦的时候，梦到眼泪掉下来。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安慰的眼泪。保罗先生说：“因为我们都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跟天使来观看。苦难是约伯记里面最注重的一个焦点，因为约伯的遭遇可能代表的是一个民族、一个教会。”甚至我们就是约伯。当突如其来的患难临到，让你失败，让你跌倒，让你身体产生很多的病痛，你可能觉得说我也没什么苦难。苦难不一定是很大的。一个小朋友，你把他的玩具拿走，他好好大哭，他的苦难就开始了。刚考完学测。这学期刚结束，满怀信心盼望去读高1，这学期结束了，看到成绩，苦难的开始。工作也是，过年了，老板说不用再来了，就到这个月底。在感情上面也是，在家庭也是，很多突如其来的都没办法。让我们有心理准备，如果能够准备，就不叫苦难了。每一个人可以忍受苦难的程度都不一样，但是苦难大部分都是怎么样？它大部分都是从我们的内，或是从我们的外在，然后一直侵蚀到我们内心的里面，那个心揪在一起，心揪在一起。如果大家在看见那种心揪在一起，那种超过他已经超过他平常的频率了，他已经超过了。这个时候，常常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有人会拿刀，以前劫狱，或者是自杀？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会那种他没办法控制。当这样一直接续而来的话，他会产生很多的无助、焦虑，他灰心，他埋怨，他甚至满心里面的苦毒。这种不正常的经历让人丧志，让人伤心不懈。当这样的来临没有得到正常的系统支持的时候，他就会渐渐失去活下去的力量。我们教会昨天有一个老弟兄，
将近90岁了，一个老弟兄，长期在卧病。他的姐妹他们是盲人，很可爱的我们一群盲人，他一直守护了他那么久。昨天下午我跟牧师，我们接到电话就赶到商家，就在我们对面。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安慰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苦难是来自于他最亲密的人离开。我们常常会说，父母看到孩子受伤的心如刀割心如刀割就是真的很痛苦，他的苦难。但是我们就是他的支持的系统，我们教会，我们上帝就是他最大的帮助。当你碰到了苦难，如果又碰到了火上加油的人，就像上个礼拜牧师所说的，有一群很可恶的光害临到的话，这个光害就会将苦难，在苦难黑暗中的人，他们所心存唯一一点点的光，把它遮盖。教会这个信仰团体也是这样子，当上帝的真光被遮盖了，当上帝的真光被其他东西所取代了，相信会为教会带来无止境的苦难，教会就不再是教会。我们从约伯记4章读到24章，这几个都在读约伯记。约伯的3个朋友的对话来到了第3回合，也就是最后一回合了。如果你有在读，有跟着读，一定要读跟着读的话，我们来想想，我们如果去找一个同学，好了，那个黄信找吴安，然后聊篮球的事情。黄信说：“你那天礼拜天打到传道的眼睛听说传道眼睛那个隐形眼镜掉出来。”那吴安就说：“我又不是故意的，我有跑去关心刚先传道然后一来一句再一句就讲4句当中透出对传道的关心可是呢，如果2个意见不合，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如果2个人不契合的人一句话都嫌多你们还小我们看到有的夫妻很恩爱，还结婚嘛，可是后来结婚之后到一段时间都不讲话了，都不讲话了，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们来看约伯，他从一开始他就在那边悲伤了7天，他朋友去，这个朋友够朋友，3个朋友去陪他7天，你们都没有来陪传道痛了2-3天。还有你们要去陪4号执事，4号执事脚筋断，我们这些老马队然后那个隔天那个中勤执事没去上班针灸，听说你们青少年还有手下留情嘛子晴说叫你们手下留情嘛陪他7天，突然圣经记载约伯就开始咒诅自己了。这咒诅自己不应该出生，怎么讲但是我们都知道，约伯咒诅自己，无非是希望得到朋友的安慰跟鼓励，是吗？就讲这算安慰鼓励嘛？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三个朋友，每一个人从自我中心来出发，他用他的角度来看约伯，就像黄信基问吴安传道的，他传道。自己自己很不小心，年纪那么大还假动作做那么逼真，他我去打他你看他用他们的角度去出发没有体谅的心。圣经说，我们去探访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起哀哭，我们跟他欢喜。但是他们却这个朋友就是你一句我一句，他们对约伯讲大道理。他们跟他说真理，叫约伯要理性。他跟约伯讲传统，他们将他们的经验跟约伯讲。他们说约伯你要悔改。他们讲的非常非常的长，我们大家看约伯记，非常非常的长。对话当中还常常看到他们火力全开。约伯此时其实已经掉入山谷就像爬山掉到山谷里面。可是这些朋友的手言手行就像刚刚讲那些光害一样。甚至他们是在约伯的后面又开了一枪，没死也剩下半条命。尤其年纪大一点了，不要今天也有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常常被朋友开枪吧？
有一句话叫做"人在江湖，谁不被捅一刀"。在工作职场上面，常常会被捅刀。我在职场上面以前也常常被捅好几刀，当然了，我也捅别人好几刀，所以常常都会被人家从后面把你捅一刀，就被捅刀了我们社青这个礼拜有一个很优秀的社青也在分享，才刚去上班就突然被人捅一刀，捅一刀让现在仿佛现在山谷的耶伯看不到盼望。圣经记载的说，不止看不到盼望，圣经记载说就在我们今天经文的前一章，耶伯的朋友又开始重复高声论坛他的上帝。他讲他的上帝，他说他的上帝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经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就这样，在神的面前，人怎么能够称义？妇人所生的怎么能够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没有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反正他朋友就是跟他讲，你就是要悔改认错。这个是比勒达，他朋友其中一个叫比勒达，这是比勒达理论上他认识的上帝。他认识的上帝就是高高在上，等着审判的上帝。我在以前民间的信仰，我也觉得那个神是高高在上。每次在拜的时候，我问阿嬷，阿嬷这个神是什么神？我才手一起，阿嬷手就打过来，卖没问，不能问。那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我不知道的神。上帝好像是一幅不会动的图画挂在上面，给人家欣赏。这个是比勒达认识没有温度的上帝。耶伯这三个朋友此时的表现，就好像是撒旦请来的帮手，继续在攻击的耶伯。他们在耶伯的身上，他的伤口上面撒盐巴，让耶伯不止在外在的疼痛之外，其实我们都知道，最痛苦是在内心在内心。我们要伤人，其实不用出钱的，我们要伤一个人，只要用言语讲，那舌头那么红，伤到他的心，他就受不了。圣经记载的耶伯真的受不了，就是今天这段经文。耶伯大声反抗，对朋友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没有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夺显大知识，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尽。无能的人，膀臂无力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当陷入苦难中满腹委屈的约伯，他其实只是希望有一只手稍微牵他一下，辅导牵他一下，一个安慰陪伴。那时候黄信很着急，跑到传道那边，于涵在帮我递那个欧湾，黄信，黄信跑到我那边然后一直在那边很担心的，那个眼神一直看着我，传道原谅我，一直在想传道原谅我不是故意的，一直在那个眼神。其实我已经得到安慰了。约伯他要的不多，他要的只是一个陪伴，一点点的同理心就好。但是他的朋友失去了理智，猛烈的攻击，无中生有。约伯对他们这些朋友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失望，还用很生气的话来回应他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大家那么安静啊！当我们大家用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看事情，或者用很生气的话语来互相攻击的时候，这个苦难是绝对不会停止的。现在的教会也是这样的，常常充满很多的光害。我们常常看到教会也有很生气的话语，以自我为中心来互相的攻击。教会里面的戏码一天一天在发生。在3年前的圣诞节，我还是神学生的身份，我跟马街的医疗团队到很危险又落后的缅甸的山区里面去做医疗短宣。我们服务当地很多真的是受苦，他们又没有钱看医生的，他们没有所谓的健保，没有。牧师上礼拜有分享，在缅甸的孩子，现在山区孩子的时候，他们就跑到上厕所就跑到马路边，然后裤子拉下来就上厕所了。
很方便，方便哦，一直笑啊。这个是没有什么人在注意，可是我最近很开心，我看到很多马偕医院的新闻上头版，我很开心哇！大家终于注意到我们马偕医院。其实马偕医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马偕医院到台东很多偏乡地区，我们去盖医院，其实那个是赔钱的。很多的大医院他们不会去那边盖医院，甚至台大都不去了。我们是截长补短，因为我们医院的使命就是宣教，我们就是敬神爱人，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来爱我们的台湾的同胞。可是看到新闻，竟然是为了争取马偕医院的董事长、马偕医院的院长的位置，我们的中会、我们的总会、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地方教会吵成一团，各说各话，非常的离谱。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没有信主的人看到你们马偕医院每隔几年就吵一次，那不知道心里面是作何感想？甚至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作何感想？其实我们地方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困境。根据我们总会统计，我们长老教会有1228间教会，我们的教会很多。我们不是沿着捷运站开教会，我们知道每一个偏乡聚落里面，我们都要有教会。纵使教会里面他没办法自主，我们都要去开教会。这是我们长老教会跟其他外教会是不一样，我们是要看顾在这个土地的每一个百姓，这个利益非常的好。但是呢，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发现目前平均通常每一年都一个时间点都有200间教会没有牧师。那也同一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又有200个牧师没有地方可以牧会。我们在去年的宣教大会，我们台北中文总干事他在报告，我们现在长老教会有27个中会，我们台北中会只是其中一个中会，我们有27个中会，我们的组织很庞大的。我们台北中会表现非常好，我们在有4个事务区里面，我们是得到第2名。第一个教会间数，我们台北中有100间，我们最100间的教会叫百家教会，我们的会员数有12000人。我们在一个礼拜，现在礼拜呢有11400人。教会的经常会教会经常会，我们是首善之都，我们在这个4个部门得到第2名。但是呢，好不容易我们在有一个地方拿到第1名，开不开心？心里摇头，开心，对我也很开心。好，就听总干事报告，总干事说，从2008年一直到2017年。这10年的中间，我们台北中会牧者的异动80%，在27个中会里面是非常罕见的情形。我们异动力，我们是拿到第1名。这个好像很不名义的第1名啊。那报告书也说，当牧者耕动频繁，信徒心灵则动荡不安，许多的事工当然无法生根见道，传福音就不会有任何的果效。教会发展亦困难重重，这是我们台北中会目前碰到最大的危机。原本我们的教会应该是发出真光的地方，如今却因为分党结派、彼此的攻击、闲言闲语、争地位，还有拼数字。当教会一堆不和谐的光害碰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撒旦就如在路上的狮子一样，他看见谁就咬谁，他见缝插针。他火上加油，当然我们的教会的苦难就会没完没了。因为教会的苦难，其实我们都经历在当中。你可能在从小跟你一起上主日学的孩子同伴，可能在大了他们又离开教会了，他们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跟着爸爸妈妈换到另外一间教会了，等等。虽然教会的情况让人那么心痛，耶和华碰到的情况让我们这么不舍。但是，纵然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耶和华对上帝的心意，他完全没有改变。我们再往后边看27章2到4节这么说：耶和华说，纵然上帝夺去我的灵，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我的永生上帝来起誓，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的时候，上帝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里面。也就是说，他还活着的一天。
他的嘴巴绝对不会说不义的话，他的舌头也不会说诡诈的话。这是约伯对上帝他非常极大的信靠。他如果不是真实的经历他不可能讲出这样的话。虽然前面的道路一样很灰暗，教会的事情、医院的事情让我们伤心难过。约伯虽然仿佛还在山谷里面，他的身体虽然遍体鳞伤，但是约伯用他很信心的手，他抓住上帝。因为约伯认识的上帝跟他的朋友是不一样的。约伯一路来，他感受到上帝眼里带来的悲惨，他也感受到上帝的沉默，上帝到现在都还没跟他讲过的那句话，带来了绝望。上帝的威严超越一切，但是不管他所说的事是对还是不对，约伯深信上帝的痕迹在他的当中，他也深信他所信的上帝是活的上帝。上帝就像他在黑暗中的一只手，带来无比的力量，是他苦难中唯一的信靠。我想秀英姐、秉承弟兄离开，我想上帝也是他现在苦难中唯一可以信靠的。当信靠，当然等候上帝，用信靠的心等候上帝可以站到他这一边。约伯盼望上帝快真实的临到他的生命。我们在之后会看到上帝会用怎么样的方式临到约伯的身上。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身体，主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头。基督怎么可能不管我们？我们都那么爱我们自己的孩子，你们大哥哥都那么爱弟弟妹妹了，宠他们，我觉得他们有点宠你们，有没有？好，约翰福音3章16节说：“上帝那么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子，要是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约伯所盼望、所认识的上帝，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啊！他绝对不是高高在上，在那里看好戏；他也不是像一般的世俗人一样，我要到四处的地方，这个庙去找了上帝。他是愿意亲自，你还不知道，他就临到我们的身边，来等候的上帝。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知道我眼睛被打到那时候，其实真的非常痛，他把他来陪伴我。虽然是他打，但是他愿意来陪。有人打的时候不知道哦，有人打的人他不知道。上帝就是那么真实的。我也看到于涵就拿那个生理食盐水冲过来。约翰福音16章33节这么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们一定会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主耶稣已经胜过了。因为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将全部的苦难，他全部的重担都担在我们身上。我在跟真理班的弟兄姐妹分享，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不要再把过去的东西一直背在你自己的身上，你要让过去的让它过去。台语安尼讲，过去或过去，过去的就要让它过去了，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重新穿上耶稣基督的衣服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将我们的重担放在自己的身上，他所受的鞭伤，他所流的每一滴血，都是为了我们。苦难绝对不是等于罪。当你碰到苦难，绝对不是你犯了什么错。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早就表明他已经参与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已将阻隔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律法，他废除掉了。阻碍在我们的平常当中的声光的光害，也被他挪去了。当我们专心注目在主耶稣的身上，当我们放下我们自我的坚持，我也要真理班的同学，你信主之后，你不要再坚持了，这样真的是很累。你看你这样能撑多久？我们试试看，你能撑多久？你放下，你才能真正的得自由。放下我了之后，我们的生命才能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都连接在一起，这样我们才能够学习主耶稣他牺牲生命的样式。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跟枝子如同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一样。
主耶稣他绝对不会放弃我们，他因为按时在我们身上结出美好的果子，这样恩典的记号，我们会有这样的恩典的记号，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一起让你守约。各位弟兄姐妹，撒旦的权势所造成的苦难是暂时的。当我们愿意在上帝的爱里面常常悔改认罪，将看重自己的需要、地位、权柄，甚至自己的自卑、自己的骄傲，都把它放下。当我们转向上帝的时候，我们学习主耶稣的顺服、他的谦卑、他牺牲的样式，相信教会属灵的氛围就会开始有不一样的改变，因为主耶稣的真光永远都在。真光永远都在，它是品质保证。钻石就是钻石，它绝对不会是石头，它不会因为暂时的环境的黑暗它就消失了。当教会愿意重新回转，挪去满身夺目耀眼的光汉的时候，顺服在主耶稣的面前，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也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他一定带领我们再一次看到真光。每一个教会都有属于他一段苦难历史的故事，我们建成教会也无法避免，因为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呢？那是骗人的。苦难带来我们彼此的伤痕，这道伤痕曾几何时，好像一道隔绝彼此的铜墙铁壁，壁垒分明。有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不一定会讲话。这道伤痕里面有很多的泪水跟委屈在当中。我也听到一个故事很感动，因为听说有一个人看到我们青少年男女一起合照，他非常的感动。他说他等这个画面等5年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上帝透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主，将我们隔绝的恶者挪去了。将这个恶者对我们教会的控诉也挪去了，这一道隔绝在弟兄姐妹的铜墙铁壁已经打掉了。青少期，你们知道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这些婆婆妈妈，我们都心里多少非常的感动啊。用主耶稣基督的爱，亲自来修补我们教会每一道的伤痕。相信主耶稣会擦去我们每一个人的眼泪，将它放进他的皮带里面，纪念着、保藏着。只要兄弟姐妹彼此相爱，专心跟随主耶稣，相信我们身上的苦难会成为试金石，苦难会成为你的试金石，因为上帝就在我们这里，君王也就在我们这里，他必为我们每一个人征战。所有表面看似的苦难，都会成为祝福的真光。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歌，《圣洁耶稣》。金王就在这里。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今天传
传道邀请大家，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必会为你们负责到底。马坚博士，马坚医院所创的马坚博士，他在13岁一场聚会，他就立定要到遥远的国度当宣教师。上帝成全了他，上帝成全了他。马坚的励志超越他自己所以可以想象的。他可能只能决定到一个国家当个宣教师，牧养一个教会、一个地区。可是马坚对我们台湾北部的影响，不但在信仰上面，他在医疗、人文、科学，他创办了学校，他把新的知识带到我们台湾来。他是加拿大派出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师。弟兄姐妹，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上帝，让我们勇敢的做梦。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在生命中我们许多的苦难，以至于我们不敢再做。主，我们今天要紧紧抓住，因为你是最大的。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来临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急着用自己的方法来面对，你也不要轻易的放弃。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愿意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愿意成为我们的中保，他愿意为我们背负更重担的一个担子，他愿意为我们来征战，他愿意出去在横在我们前面每一天每一天我碰到的光害，以及来自撒旦日夜不停对我们的控诉。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苦难会成为化妆的祝福，苦难会成为每一个人化妆的祝福。苦难本身就是一个奥秘，但是我相信，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苦难会成为我们化妆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我们伟大的君王就在这里，他是昔在永在，如今此刻都在的大君王。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大声的开口来赞美你，求神垂听我们的呼求，求神挪去我们的骄傲，挪去我们的自我，挪去我们的自卑，更求神帮助我们面对苦难来临的时候，有从你而来的力量。我们的生命不单只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前面好像已经没有路了，我们看到我们已经走不下去了，我们看到关系没办法修补了。主耶稣愿意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你放在马坚博士里面那个梦，一样要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会做梦的人，也让我们一生也会勇敢的为主来发光，为主来发热，让我们一生会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荣耀主耶稣的圣名。君王就在这里，我们快来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就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人彰显这里，和撒旦归于
慈爱、圣灵的扶持与感动，与我们每个心灵忧伤、痛苦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